保證金。歡迎嚟到住宅租賃辦公室，或簡稱 ORT。喺本視頻中，我哋將研究保證金嘅問題。保證金係租戶向業主支付款項，作為租戶造成嘅任何損失或者租金損失，業主必須要將錢存入信託帳戶，在租賃期間不能使用，除非業主喺租約完時提出適當嘅要求。保證金不能超過1個月嘅租金，業主只能夠喺租賃開始時或者社會服務部門撤銷擔保時要求支付保證金。業主喺開始租賃時都可以堅持收取一半嘅保證金，但係租戶必須喺搬入之後2個月內支付其餘部分。喺租賃結束嘅時候，業主有7個工作日可以退還租戶保證金，或者使用批准嘅流程通知租戶點解要退還部分或全部餘款。如果業主只要求部分保證金，佢哋必須將餘額退還租戶。如果租戶不同意業主要求，可以通知 ORT 提出異議，將啟動聽證過程。對於保證金有爭議嘅租戶同業主， ORT 不收取任何費用。但係如果業主想要得到嘅金額超過保證金，或者如果租戶要求任何非保證金嘅回報，必須要通過正常嘅索賠程序，其中收取費用。寵物呢？如果業主允許寵物入住，佢哋可以喺租賃開始時收取不可退還嘅寵物費，或者每月額外租金。可退還嘅寵物保證金係保證金嘅一部分。2種保證金嘅總額不得超過1個月嘅租金。避免喺保證金問題上面出現分歧， ORT 鼓勵業主同租戶完成入伙同搬出檢查。 ORT 提供咗場所檢查表嘅條件，但你亦都可以使用你自己嘅清單。呢個記錄解決咗好多關於租賃單位條件分歧。如果發現任何損害，業主同租戶應該直接討論，保留維修收據、租賃開始同結束租賃單位嘅照片，以及記錄維修同損壞嘅任何其他內容。以良好嘅條件結束租賃，而且快速咁樣處理租戶保證金係最佳方法。欲了解更多信息，請參考我哋嘅網站 www.saskatchewan.ca/ORT。